一人躺平會點呢？萬民躺平又點呢？近日中國人真係躺着也中槍。事源中國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發布文章，名為煽動躺平的他們正忙得腳不沾地，指斥躺平係反中勢力驅使，消弭中國青年積極奮進嘅思想，繼而損害國力。官方唔希望民眾躺平，情有可原，但係仍然值得安慰。觀乎歷史，人民有志難伸，經濟遲滯，加上一兩項天災人禍，往往民變四起，甚至令朝代覆亡。而家躺平已經係官方認定嘅最惡毒反抗手段，足見四境太平，落得清靜。要杜絕躺平，唔知係咪要再度開動機關槍坦克陣先至得？但係面對咁溫良恭儉嘅人民，動用咁殘暴不仁嘅手法，無法自圓其說。香港前行政長官、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曾經話：辦法總比困難多，倒不如辨明躺平本質，繼而開發躺平經濟，話唔定可以另闢蹊徑，甚至彰顯大國嘅擔當。中國政府將問題推到外國敵人，中國網民紛紛表達異議，以戲謔直接駁斥嚟回應。未知佢哋對於發生喺香港2014年佔中運動同埋2019年反送中運動同樣被扣上外國勢力煽動嘅惡名有咩感想？如果審視躺平為何物，應該不至於對佢深惡痛絕。躺平嘅定義係僅僅維持剛好足夠嘅生活水平，而唔以拼搏嚟換取更好嘅物質生活。躺平者未必唔做嘢，亦一定要為生活所需使錢。如果條件許可，躺平嘅人又樂意，佢哋會購買維持生活以外嘅心頭好。所以最低限度嘅生活，啱啱好足夠嘅界線，因人而異，並唔係全然清晰。照咁睇嚟，躺平嘅人仍然貢獻生產力，仍然會消費，推動經濟引擎運轉。躺平嘅特色係看破經濟泡沫，引致低物欲，追求身心平衡，引致低消費，唔為工作賣命，引致低生產力。同某啲中國食肆鼓吹嘅三高濃烈口味形成強烈對比。放諸文化嘅角度，民間有呢種思想轉變絕不稀奇。譬如人體藝術，文藝復興時期，人開始重視人本身，宗教嘅神聖唔係佢哋唯一探究嘅對象，轉而考究人體結構、數理化嘅美感，經過思辨之後所獲取看待美嘅態度。藝術品寫實工整嘅程度前所未有。後來相機得到發明，原來畫家點樣畫畫都唔及一張相嚟得像真。於是寫實唔再係藝術家級級追求嘅目標，而將佢哋眼中嘅世界呈現出嚟，形成印象派。往後再下開多個流派，提倡各樣風格，聚焦於唔同關懷。其他時代、地域層面嘅思想都有同樣演變狀況，就係客觀條件改變，人嘅眼界同關心嘅事物轉變，新思潮就出現。現代中國都經歷過物質匱乏，至追求物質豐盛，再去到稍為放輕物質，尋找生活中嘅平衡點。與其責怪現世代青年躺平，不如反省過去30年催谷嘅經濟填鴨，本來係咪怪物？只要唔以道德角度看待賭博，就開放各式各樣嘅賭博活動，令佢合法化；只要唔以道德角度看待成人夜世界，就開放紅燈區。飲食男女喺契約指定嘅範圍裏面解放。要釋放中國青年勞動力、消費力，第一樣係唔以道德角度批判。無論某個人本來嘅道德觀係點，喺呢度只講實務。開發躺平經濟嘅第一炮，就係喺線上推廣同躺平生活相關嘅產品同服務。拋磚引玉，姑且舉例如下：第一，舉辦躺平比賽真人 show。邀請網絡躺平紅人參賽，為期1個月。佢哋每日上載躺平嘅生活日誌，計算收入同支出，等觀眾睇下邊個躺得最平。仲以分數計算，高分嘅獲勝。如果增添維生以外嘅消費，就折算性價比。性價比高可以獲得額外分數，性價比低就扣分。呢個節目一定吸引商戶落廣告，銷售適合目標觀眾嘅產品，帶動多個環節嘅產業。第二，承接上一項，所謂適合躺平嘅人嘅產品會係咩呢？基本有3大類別：蝸居所需、線上世界、線下硬件。蝸居所需就係躺平嘅人日常生活，尤其係宅喺屋企嗰陣嘅需要。最明顯嘅係外賣，
線上世界係佢哋往往滿足於網絡世界嘅免費娛樂同資訊，甚至社交都喺網上進行。早前流行嘅軟件死了麼，後來改名做 Demumu 就係鮮明嘅例子。線下硬件就係支援線上活動嘅器材，躺平嘅人一定需要一部可靠嘅手提電話或者電腦，以至其他影音遊戲產品。拍片分享嘅人仲會使用更加多器材。更進一步，躺平經濟可以推廣中國軟實力，足以令世人仰慕中華文明嘅哲思深厚。林放問孔子禮之本，孔子答：大哉問，禮與其車也，寧儉；喪與其義也，寧戚。孔子嘅回答係：問得好啊！禮與其奢侈，不如儉樸；喪事與其籌備得周到到令人從容，不如參加者內心有所觸動。傳統儒家主張以禮踐行仁，禮所涉及嘅物質，如果唔指向德性對人嘅關懷，就係奢侈浪費。躺平正正係唔放縱物慾，直指內心，重新思考物質同人嘅關係，誤打誤撞咁樣克己復禮啦。中國哲學另一貴寶係道家，其中《道德經》有講：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主旨係各種聲色犬馬導致感官麻痹，思想行為扭曲。作者推崇填飽個肚，即係滿足基本生活需求，放棄多餘嘅享樂。雖然思考嘅出發點同深淺有異，但係咁樣同躺平嘅思想不謀而合。2000年前嘅智慧結晶，竟然同21世紀民間哀嘆呼聲遙遙相應。西方中世紀同近代交界，正係當代人重新發掘古代智慧，下啟文藝復興。而家中國萬千人民活出古代智慧，咪就係民族偉大復興咯。日本嘅極簡主義被世人吹捧得天上有地下無，嗰個國家無數流行文化、商品、旅遊資源都掛住極簡主義嘅商標，令舉世趨之若鶩。包括國家禁止前往當地都禁止唔到嘅中國人。如果中國將民間躺平同儒道思想輕輕扣連一齊，個中軟實力頓時爆發，力量不容低估。鄙人一介匹夫已經見到躺平經濟大有可為。中國有兩件事舉世無雙，一係官方宣傳嘅能力，二係民間聞到商機嘅頭腦。面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，我哋更加應該喺黨嘅堅強領導下，滿懷文化自信，迎難而上，奮力躺平，創造下一個經濟奇蹟，為人類指明方向。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喺 Patreon 或者 Substack 實質支持，等我哋走得更遠。下條片再見。